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一個花嘅杯墊啦。咁咧有唔同嘅花啦，有玫瑰花同埋呢個咧鈴蘭花。呢一塊咧我就已經完全完成好噶啦。咁其實咧我玫瑰花呢度咧就一陣間會再 show 俾大家睇嗰個花係點樣做啦。咁而家首先咧我就係會勾呢一個杯墊俾大家睇先嘅。咁杯墊個做法咧其實都係好簡單嘅。咁我會用到一個米色嘅線啦。首先呢，就係一個圈 magic ring， 先翹咗一個圈啦。然後呢，我就會係喺呢個 magic ring 入邊呢 chain 2兩個鎖針啦。跟住呢，就會喺入邊做12個長針。即係12 double crochet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做完12個長 double crochet 之後咧，咁我哋咧就會將開頭 magic ring 呢一個圈咧拉緊佢啦，跟手咧就去翻同開頭 chain 嗰兩針咧鎖針嘅第二針做一個 slip stitch。slip stitch 嘅做法咧就係穿咗落去呢個邊際之後咧，一次過拉晒過嚟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拉緊啲我哋嘅線啦。然後咧，第二行啦 ，round 2咧就會係 chain 2兩個鎖針。跟住咧，我哋就會喺12個長針，分別喺12個長針裏邊，每個長針都勾2個長針，即係加長針加針，即係咧。首先而家第一個長針咧，我哋就 double crochet， 然後咧就一個 increase 嘅 double crochet 加長針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你就會見到有3個長針啦。其實呢一個邊咧就唔使理佢嘅。總之咧，平均喺12個長針上高，每個長針做2針長針。咁即係長針加針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咧就會係 chain 1， 即係一個鎖針啦。咁樣咧就為之一組。我示範多一組啊吓。喺第2個長針上高，先做一個長針 double crochet， 然後再一個加針 increase double crochet。跟住做一個 chain 鎖針，咁就係為之一組啦。一路做落去啦，做到去做12組，就去翻個尾呢一度。我再示範多一組，1、2鎖針，再第4組1、2鎖針，咁就一路做啦。total 做12組。
做到最後一組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同開頭嗰兩個鎖針做一個引針，兩個 double crochet 鎖針。咁我哋點樣知道自己啱定錯咧？我哋就數下開頭呢一個邊仔就唔計噶啦，兩針為之一組，一組、兩組、三組、四組、五組、六組、七組、八組、9、10、11、12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係啦，而家咁樣就啱啦，12組。跟住咧，我哋咧就做一個引針 slip stitch， 篤翻落去呢條邊嗰度，一次過拉晒去，咁就做咗 round 2第二圈。round 3嘅做法咧，其實咧唔需要睇圖紙噶啦。你想織幾大咧，你就一路織上去。我哋咧就會係總之咧就係永遠都係啦。譬如而家呢度係兩針啦，頭一針係一個長針，尾嗰針就係兩個長針，即係長針加針。咁而家我哋先 chain 2，然之後咧就喺第一針做一個長針。跟住第二針，因為佢上一組係兩針為之一組嘛，咁第二針咧我哋就加長針加針，然後就再 chain 一個去下一組長針、長針、長針加針、鎖針，咁咧就為之一組。咁我哋繼續做落去，長針、長針、長針加針 chain 1， 長針、長針加針 chain 1， 長針、長針、長針加針、長針。長針加針，長針，長針，長針加針，就係咁樣一路織啦，圍住個圈咁樣織落去。長針加針，長針。長針、長針加針、長針、長針、長針加針、長針、長針加針，跟住一個 chain 鎖針，跟住去返呢一針去做一個 slip stitch。對於一啲咧新手嘅朋友咧，我就建議咧，當你每次咧做完頭一個 chain 嘅時候咧，嗱，而家我哋去準備做1、2、3第4行啦。根據頭先我講嗰個織法啦，咁而家佢一組咧就係有3針，咁所以咧，因為我哋第一組嘅
鎖針唔計噶嘛，咁三針為之一組啦。所以咧，我哋咧就係會喺第一針、第二針都係照織一個長針、兩個長針，去到第三針咧，我哋先做長針加針。咁言下之意咧，就係 chain 2兩個鎖針之後咧，新手嘅朋友咧，我就建議加一個記號扣喺呢個位置。咁織到尾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知道咧，你應該喺邊一針度做一個引針啦，即係 slip stitch 啊。然後咧，我哋又開始啦，第一針長針，第二針長針，第三針長針，長針加針，然後一個鎖針。咁樣就完成咗一組，咁一樣如是者都係咁樣揼揼框咁樣勾落去啦。咁如果呢一個鈴蘭花咧，我係勾咗1、2、3、4、5 round 嘅5行嘅。咁而家我哋去到第4行，第4行跟住就係第一針長針，第二針長針，第三針係長針加針，鎖針，完成一組，再下一組兩個長針，跟住第三個長針上高就勾一個長針，再加個長針加針，跟住鎖一針。咁一路織落去啦。1、2，咁就繼續長針啦。兩個長針之後就第三個長針，長針加針，鎖針，長針，長針，長針加針。咁然之後鎖完一針之後咧，因為頭先我哋有做過個記號扣噶嘛，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喺記號扣嗰個位置咧，做翻一個引針啦。好，引針完咗咧，就完成咗4行。咁然後咧，我而家咧會再織多行先。因為5行就個 size 好似啱隻杯多啲。Chain 2頭3個長針咧都係就咁織長針，到第4個長針咧，我哋就長針加針啦。換言之，如果你想織張被嘅話咧，呢個係第1、2、3、4第5啊。如果去到第6行咧，就會係呢兩個邊仔唔理啦，跟住就會係長針、長針、長針、長針，跟住長針加針，咁就張被就會一路帶上去咯。所以咧，呢個 pattern 咧係可以無限伸延嘅，只要記住每次喺最尾嗰針做一個長針加針咧，咁就得噶啦。跟住鎖翻一針，1、2、3，跟住4，跟住加針鎖針1。如果覺得我條片太快嘅話咧，可以撳慢鏡嘅。
咁如果個嫌太慢咧，佢亦都有快鏡乘2可以撳嘅，就係咁樣啦。鎖針1、2、3，鎖針1、2、3，加針，跟住鎖針。好啦，我去到最後一組啦。咁一路織長針，織到最尾呢一針咧，就會係長針、長針加針，跟住就一個鎖針就 slip stitch，咁就可以斷線。斷線咧，攞把鉸剪咗佢，咁然後咧我就開始示範葉呢一個位啦。葉呢個位置咧，我哋咧就會係先揾一個短針嘅位置，可以揾一個窿嘅位置啦，穿咗過去之後咧，揾翻你想要嘅綠色，然後起針先做4個鎖針，然後隔2針，第3針做一個短針。葉咧係有2圈嘅，而家我哋做緊第1圈，跟住再2個鎖針喺下一個窿大窿嘅位置咧，做一個短針。嗰個 pattern 咧就係咁啦，有規律嘅，1、2、3、4，然後隔2針，第3針一個短針，然後1、2、3、4，隔2針，大窿呢度一個短針，咁成個圈咧都係咁做，4個鎖針，隔2針一個短針，然後4個鎖針，隔2針一個短針，4個鎖針，隔2針一個短針，4個鎖針，隔2針一個短針，就係咁樣一路勾晒成個圈啦，一路勾到尾咧，就係做一個鎖針。咁我而家咧就去到呢一行嘅最尾啦，咁就做一個 slip stitch 咗之後咧，我就會開始做呢一個尖尖葉。咁呢一個尖尖葉咧就會係先喺一個大圈圈裏邊做一個短針，然後就4個鎖針，跟住咧就倒數返嚟第2針。sorry， 係4個 ，sorry 係4、1、2、3、4個鎖針之後撳實呢個位啦，再做3個鎖針，跟住就喺頭先撳實嗰個位度做一個引針。咁咧就做咗一個9牙嘅邊仔啦，跟住就3鎖針，去返同一個位置做一個短針，咁咧就完成咗第1個葉啦。跟住去下一個大圈圈，做一個短針，然後1、2、3、4撳住，再1、2、3。去返撳住嗰一針，做一個引針，跟住1、2、3，
跟住同一個位做短針，繼續下一個，再示範多一個啊！先短針，然後1、2、3、4個鎖針，撳實1、2、3，3針鎖針之後篤落去，引針1、2、3，短針就係咁啦。如是者一路做，跟住就框晒佢啦。咁咧就會出到呢一個效果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就同大家講下玫瑰花嘅勾法啦。喺葉同葉中間，你會見到咧，支針，葉同葉嘅中間呢度有一個短針。然後呢度亦都有個短針，實情咧就係呢兩個短針，睇唔睇得清楚？入針位置就係呢度，開頭入針位置就喺呢度，最尾做出針嘅位置咧就係呢一個位。咁我哋咧先入針，然後攞條紅色嘅線拉出，做12個鎖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然後翻轉頭就會喺第3針嘅外針，1、2、3，第3針嘅外針咧，咁你數落去咧，佢就會係有9針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咁呢針就做每一個邊咧就做3個長針，1、2、3，然後1、2、3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佢就會咧一路咁樣捲落去啦。1、2、3。記得咧係外邊喎，即係呢一唔使成個篤，即係唔使咁樣成個篤晒兩個人仔嘅喎，淨係篤外邊呢一條，就做3個長針，1、2、3 ，total 咧就做9組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好啦，最尾一組啦。先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組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咧就會咁去捲埋咗啦，
就會形成一個玫瑰花咁嘅樣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咧就要喺個底呢度穿一穿過去，因為要鎖一鎖住佢嘅，如果唔係咧，佢就會走位嘅。穿過去之後咧，就做個引針，然後咧，我哋就揾翻頭先我所講嘅第二個短針，即係呢度，即係呢一個。呢一個位篤落去，拉過去，跟住咧就如果你隔開做咧，就要 cut 線啦。如果你連住做咧，都可以唔 cut 嘅。咁之後咧，我就會揾翻一支縫3針啦，去將呢啲線尾咧，盡量揾位收咗佢啦。咁呢個咧就係玫瑰花嘅做法啦。跟住咧，只要你做滿晒所有啦，我就會隔開做嘅，因為如果連住做就太密啦。跟住一接咗上嚟咧，就會係一個好靚嘅花束噶啦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呢條片嘅分享啦。咁如果想去我示範埋呢一個鈴蘭花嘅話咧，就喺底下留言俾我啦。咁我就再拍下一條片，就去分享埋呢一個花俾大家睇啦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